感受社會嘅咁嘅需要。SEN 即係有特殊教育需要嘅意思，呢個畫面就係模擬緊佢哋嘅日常掙扎。明明好想做好件事，但感官過載、情緒波動嘅內在障礙不斷湧現，就好似永遠都砌唔到呢副積木，反覆倒塌。嗰種明明好努力，但係點都砌唔到嘅無力感，就係佢哋最真實嘅生存狀態。我哋有冇諗過 SEN 群體咧？佢哋係每一日都面對緊呢種狀況，無論係家長或者小朋友。所以咧，今年宣道堂希望能夠推動各個堂會能夠去做 SEN 嘅事工。今年籌款月一個起點啦，我哋會有幾個堂會開始做 SEN 嘅事工。當我自己親身去見證導師見到小朋友有狀況嘅時候咧，佢哋係攬住佢嘅，攬住佢由1數到20。我見到呢啲小朋友真係能夠安靜落嚟，我覺得好感動，所以令到我諗起咧，其實我哋身為神嘅兒女啊，我哋有冇機會讓呢份愛咧，去同身邊有需要嘅呢啲群體去同行咧？可能係我哋個人啦，可能係你嘅小組啦，可能係團契，可能係整個教會一齊動起嚟。盼望今年嘅愛心動起嚟係不一樣嘅，我哋真係有實際嘅行動能夠動起嚟。愛心動起來2025籌款目標80萬澳門元，為3個範疇嘅9個項目籌款，包括 SEN 群體、基層家庭同埋學童課輔。步行籌款暨慈善嘉年華日期4月27號禮拜日晏晝1點至到6點，地點漁人碼頭勵駿廣場及勵駿大道，內容包括慈善表演、攤位遊戲、義賣攤位、美食攤位同埋工作坊。步行集合時間晏晝2點半，啟動禮時間晏晝3點鐘，地點喺漁人碼頭勵駿廣場。步行路線以漁人碼頭為起點同埋終點，途經科學館同埋觀音像海濱休憩區。參加方式：第一，使用籌款券向身邊嘅人籌款；第二，邀請親朋戚友參加慈善嘉年華。拜拜，下個主日見。愛心工程主任咧發咗封信，上面咧仲係將步行籌款嘅慈善嘉年華嘅飛喎。今年邀請邊個好咧？上一年邀請咗阿媽，不如就表弟啊！呢個咪表弟，一講表弟啊到喎。哇！呢個咪表哥，佢完事之後仲見到你嘅。係啊，咁啱嘅嚇，我都問下你咧，4月27號你有冇節目啊？咁啱4月27號我冇節目喎。咁啱啊！你而家有節目啦，4月27號呢1點鐘嘅時候咧就有呢個步行籌款暨慈善嘉年華，我哋到時不如一齊去啊！都好喎。愛心動起來2025 4月籌款月，期待你踴躍參與。